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中英海运是标出内线交易案，北检昨是来约谈董事张国华，也有伊的小弟张国正等等9个人，怀疑因是伫2023年迄阵，还袂等到这个消息出来，就入场来买股票，非法赚21亿。目前这张国华是以1亿2千万来交保，因那小弟张国正是1000万交保，专案以证交法来甲侦办。西北路穿甲真笔杂，去互带去北检审问。中英海运董事张国华加入去内线交易风波，面对媒体提问，反驳足侪摆。经过检方复审，以1.2亿交保。伫咧科技监控的部分，方要求爱早各按手机啊。对于被控内线交易，你有什么说法吗？上亿的交保金家属早就传遍遍，敢若用半点钟就甲张国华办交保。同款方约谈到案的，阁有伊的小弟张国正。暗过伫咧到地检署进前，身躯边有真侪保镖伫咧边仔，引起讨论。有涉及内线交易吗？伫无啊，甲喙暗，张国正面对提问拢无回答，复审了后1000万交保，颠倒是伊的保镖，沿路一直用手甲身体当镜头，现场人满，一直杀来杀去，场面真混乱。根据了解，北检这波行动是为113年律师林文平去地检署市陵啊告发控诉张国华等人，已经知影中英海运董事会决定要甲中英航空的股票处分，所涉嫌伫咧重大信息公告进前禁止交易的时阵，买足侪中英海股票。用这款步数不法得利超过21亿，专案经过检方的追查，怀疑涉嫌内线交易，涉入约谈9个人到案，其中张国华某囝以500万交保，张国正某囝也阁有中英海董事郭立庆信后请回。公司洪超吹当然发重大信息表示，全力配合调查，公司营运真正常，对财务业务无重大影响。也那检方会甲规个案件向证交法等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天气的消息，强烈风台8位呢是继续向西边咧走。气象署提示讲，上紧拜四对海警、陆警交发。拜五要暗暝时，这暴风圈就会吸到咱台湾的陆地啊。拜五甲拜六就是风台影响台湾上界大的时阵，到时阵这台中以北的山区，拢爱特别注意大水雨。受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各地拢真好天。气象署针对11个县市发布高温的提醒。若今年第9号风台8位继续向西边行，按目前的预测来看，几率上悬的路草是先经过台湾东北方的近海，再搁按西北行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比较接近台湾的时间点的话，预估就是会在10号的晚上，一直到11号的白天。预估可能台湾的陆地要碰到台风的一个暴风圈的时间点的话，预估应该会是落在10号的一个傍晚附近，可能到10号傍晚之后。拜三进前，全台湾气温拢真悬，天气拢真热。中昼过了后，一寡所在会有雷阵雨。拜四水气会增加，正方面的北头会开始落雨。拜五到拜六，风台影响上界大，一寡所在会有大雨或者是大水雨。中部以北的山区较高落雨，有可能会来到大水雨等级以上。若气象学者分析，按目前的路草来看，规半的台湾拢有机会伫咧暴风圈内底。起码有半个台湾啊，都在这种所谓的10级暴风的影响之下所以它的这个风的破坏力是很强的。中部以北的大概所有的山区都会有这种自在性的这个雨势出现。是讲专家嘛提醒，目前风台预报的技术，伫咧72点钟以内，有悬有200公里的误差。即马风台还搁咧行，所日来降雨还搁有影响，有悬有变卦。毋过8位风台的强度真强，暴风圈啊真大，也是爱特别注意风台内的透风落雨。若拜五到拜六要去米亚古即马，还搁有奥克纳瓦的乡亲，行程拢爱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再来看屏东万丹的土将火山昨早起又搁喷发啦，拢总是有3笪，这是直直喷到半暝啊，才总算停落来。民众讲这是今年第2届，规模比2月初迄届还搁较大。这土将影响的范围差不多是有2分地，加在这阵啊是无咧种植的，所以损失是无介大。安尼话少少。红红
的火请甲要二道关，大量的土浆未输海景，一直对涂骹喷出来。屏东万丹的土浆火山，初六早起8点外又搁喷发啦。这回喷发的地点，同款是伫咧丰原圣殿的庙边，做一摆有3大组火喷土浆出来，场面非常的壮观。一直到半暝啊，拢还阁有人专工走来看。8点发电啊，8点半，点火。嘿嘿，啊，怎么开始倒？倒啊几点咁多？倒到我11点钟，还阁火色较大呀。嘿嘿，哦，人好足济，啊，我无法度爱休困。昨天有看到那个影片，嘿嘿，今天才。哦，今天就是来看看还有没有在喷啊哈。对。有民众切透早走来看土浆火山已经点起啊，不过也是当看到喷发了后流落来空，规个庙埕甲附近的田园拢是也未完全打起的土浆。民众讲年初有喷过一届，这回喷的规模甲时间拢比顶回较大，大约有2群地受影响。加在这阵是休耕期，无啥损失，只是想到这土浆无法度做群江打起了后，该请人来处理，民众嘛是真无奈。有拢中有来咧探勘啦，啊，第即批的学生也拢有来咧测量、测试啊，啊，到底要安怎，因拢无报告互我，唔知影。土浆火山安怎喷出来有偌壮观，民众可见看甲真心色。不过对受影响的民众来讲是真头痛，隔摆若喷线，拢爱请怪手来挖，才有材料处理。尤其卡起来土方要安怎处理，嘛是一个大问题。记者郭明哲、柯家珠、柯超用屏东采访报道。来关心一桩交通意外，这是发生伫嘉义台82线快速道路，伫初5下晡时啊呢发生连环车祸，一台发财车去弄到头前的轿车，结果2台车毋但是并车，而且佫去弄到另外3台车，前后安尼5台车弄做伙，有5个人受伤。目前这驾驶是确认拢无食酒的，也那事故原因还佫需要进一步来调查。白色的车减慢速度，要切入买内线的车道，为后壁来的发财车速度真紧，直接为白车来甲弄落。发财车甲白车为两边喷出去，2台车毋但并车伫咧路边，佫去弄到原本停伫头前咧等红灯的3台车，造成5台车的连环车祸。5车追撞交通事故，经查为肖男驾驶小货车行经该路段时，因不明原因追撞前方河南驾驶之自小客车后，波及同向其他车辆。但是发生伫咧嘉义的台82线快速道路，第一时间有人受困化救人，救护人员接到报案，赶紧去到现场协助受伤的民众。这件连环车祸计共造成5个人受伤，加在人送病院了后，拢无啥物问题。总共造成5人，两男3女轻伤，分别予以救护处置。由本局救护车将5人分别送往埔子医院及长庚医院救治。这件车祸除了2台车并车以外，头前互追撞的3台车嘛有真严重的损伤。警方表示，有对5名发生事故的驾驶来做纠测，所有驾驶拢无啉酒的状况。详细发生事故的原因，佫需要进一步来调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屏东6月底的大水河是咧引起一场厝边的纠纷。伫咧内部呢有一个老先生，就是因为淹水，伫咧门卡口去捡到8000块的现金，伊有主动送去派出所，也毋过这隔壁的所来报案，讲伊碰见的是13000块，怀疑这个老先生甲偷年5000块去，所以告伊侵占罪。核心有律定啊，对啊，就以后像这样子的话，谁敢进？互厝边误会，老先生真无奈，敢是去翕到6月25做大水雨，内部行人路徛伫阴角落骹倒悬，过道水较摕，老先生出来门口要整理花卡，看到8张1000块的现金铺伫水面，赶紧捡起来用面巾拭互干。第2天摕去派出所报案，无想到煞去互厝边怀疑伊侵占5000块，因为隔壁吴先生讲，伊怕唔见13000块。我确实在这个地方捡到8000块在水中漂，然后他就说。警方问我要不要提告你，我想说邻居我不提告你，可是麻烦你赔我5000块。我说没有这回事，为什么我捡到8000块，好，我要再额外贴你5000块赔你呢？一张1000块的13张，3折的话，它不可能会打开来飘走的。而且它是放在黑网的里面。原来因为厝边吴先生家己把钱用乌网仔包咧收伫下柜仔内底，控625淹水下柜仔倒去，钱找袂到，怀疑是毋是流去隔壁，才走去问老先生。老先生讲，伊看到的就是8000，一张铺伫水面，和厝边讲的金额包装无同，所以表示无看到。结果去互吴先生怀疑侵占。整整找了2-3个小时，我连续问他问了5次，他都说他没有看到钱，也没有捡到钱。
起来。有关侵占遗失物品罪之规定，必须对于脱离他人持有之物品有意持有为所有之犯意，侵占入己才会成立。刘先生料想未到，好心倒扣钱，结果互人告侵占，不过因唔惊，就互法院判伊一个轻别。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讲到这是安尼议题来看，这中联的油呢去检到第一工要超过标准，即马在也是出声爱卫福部长赵宗良落台，也呼吁这政府要扩大来检验全国的油品，而且也要公开所有受到影响的名单。行政院长杜英泰伊是表示讲，要爱谨慎来处理这的资料，也来这2天啊，也咧准备后手的应变措施，爱维护油品供应的稳定性。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行验出一支低干钼苯便秘含量超标，引发全台是按争议。民众党联谊党团质疑，目前差不多有1300吨问题油品的流向，也无调查清楚，回收的比例甚至都不到2%，质疑卫福部无用暗看代志。如果这些产品呢，它其中的列油不到20%，就不用下架。业者只需要自主管理，业者只要自主揭示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请总统、请行政院长、请卫福部长带头示范，喝给我们看，吃给我们看。是下游厂商自己再验一次，才把事情揭露出来。从今年4月份就制造出来的污染流药，我们到今年端午节过后2个礼拜才知道有问题。我家这一瓶到底能不能吃啊？需要自己上网查，自己对批号，自己研究流向。政府是在治理国家，还是在办全民版？大家来找茬。知影这个当初行政院长杜英泰上台第一份签署的，就是食安5权建设的公文，但是有写路用。民众党爱杜英泰拜示高立法院专案报告，国民党团也呼吁政府爱随扩大全国油品专业检验专案抽查，而且完整公开所有受影响的厂商、品牌、品相、配合，各有流向，爱杜英泰负起政治责任。卫福部必须要把这些退货的资讯呢，在整个网站里面呢，更清楚的一个去标示啊。事件继续在延烧的时候司法去介入调查，让它水落石出。行政部门站在捍卫人民健康的立场，该有的作为一定要拿出来。超过标准的油制品必须马上下架，而且没有超过的，也要求厂商自主检查，能够提出安全的保证，让消费者在采购的时候也能够清楚的知道。另外，我们要求教育部对于所涉及的学校，进一步的跟学校取得联系。所幸目前是这个暑假期间，并没有营养午餐的供应。他们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除了甲代志发生的处理过程调查清楚，杜英泰表示，目前事业署已经动员所有人力清查360间厂商，大部分已经退出来产品，会赶紧将产品公布，照科学根据，让消费者了解清楚。嘛强调，若要顾虑这个资料完整，这2天嘛咧准备后续要如何维护油品的供应，甲价格的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中国在太平洋试射飞弹是引起附近国家的不满，美国国务院批评中国在建立核武是无够透明，所以要求因得爱参加限制核武的会谈。也来学者是观察讲，这中国试射飞弹就是战略信号，是为着要展现因的二次核武打击能力。一粒真大粒的飞弹为海面射出来，飞去天顶。中共车落伫咧太平洋，试射无挂实弹的尖射洲际弹道飞弹，会落伫咧南太平洋，互区域局势愈来愈紧张，引起国际关心甲谴责。美国国务院声明就指出，美国拍拼防止核武器的扩散，批评中国是咧硬硬高，偷偷伫咧建制核武。爱中国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针对了东海、南海跟台海的周边，以这种假执法的方式在进行真扩权。那再加上昨天对着太平洋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这样的情况，都引起了国际之间的恐慌。也那咱台湾嘛谴责，呼吁中国得爱有准则，倒转去以规则做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呢，到2024年以前，根据统计有600枚核弹头，那预计在2030年呢，朝向1000枚迈进，正急速着在扩张他们的核武力哈。偏偏改变现状是两岸之间共同禁止、共同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也是全球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外界研判，中共这摆试射尖射弹道飞弹，反映出中国核武已经有重大进展。
为陆地延伸到水底，有可能威胁到美国。学者就观察，中国展现有二次核打击的能力，甲战略威胁信号的消息放出来，就是要甲美国甲其他的盟友哈。事实上，中共的核子武器，它绝对会对美国或其他国家想要在帮助台湾，或者是在跟中国互动上面，会有一个限制。美国会更加的重视第一岛链周遭，甚至是南海这一边的反潜的相关的一些作战跟战略。针对反制中国潜射飞弹威胁，学者就认为，显示第一岛链的国家未来伫咧反潜作战，还有水底情报监视侦察，还有甲其他国家合作的重要性。炸弹发射。越南国军这礼拜伫咧屏东展开新疆操演，初六暗时车载式复修者飞弹头一摆进行夜间射击。国军嘛展现出会当为透早到暗时小战的防空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越南北韩的军舰强健号呢是伫海上来实弹演练，因是连续射超过10粒的飞弹。这只强健号呢，其实一当前举办落水典礼时，是伫金正恩的面头前安尼并拔去。这回搁再来测试，就是证明讲已经修复好势，预计伫2个月内就会开始执勤。北韩国家通讯社报道，北韩军方按顶礼拜开始，伫咧一只驱逐舰顶悬试射战略巡弋飞弹，嘛由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身到现场视察。这只5000吨级的驱逐舰强健号，即届除了试射飞弹，佮完成反舰、反潜、电子战等等装备的测试，嘛是共一只强健号。去年5月，伫咧落水仪式的时阵，伫金正恩的面头前，就安尼变过。当时外界认为金正恩把这届意外看作是重大的失败，所以佮逮捕4位做准抢的高层干部。I would suspect that it's personal decision of Kim Jong Un, who was simply much annoyed by the picture, by such a spectacular failure, and emotionally decided to basically notify the entire population and also sent a signal to his own military engineers and managers that such failure is not going to be forgiven. 所以外界解读，强健号这届落水测试是北韩想要对外证明北韩的军事实力无问题。金正恩嘛下令，伫2个月以内，爱互强健号完成所有的测试，开始服役。有专家讲，这真有可能是因为9月初9北韩的国庆日，因提早来做准备。海军捌互金正恩形容是北韩的武力当中上界软正的军种，所以这几年来拍拼来提升海军的实力。啊，若伫6月底，另外一只5000吨级的驱逐舰崔贤号嘛已经投入服役。金正恩嘛要求未来爱以1当2只的速度打造同一级的战舰。公视新闻优派准编译。另外来看，这古巴呢，是因为互美国来封锁石油，佮加上这国内电网的设备实在伤旧啊，所以昨又搁再大失电。这嘛是半冬以来的第3届，全国呢是有1000万人无电通好用的。正领袖的外孙，也就是即马42岁的小卡斯楚，伊伫接受专访的时，讲伊家己呢是用开放的态度，要甲美国总统川普来谈判，甚至嘛无排除甲政治犯放出来。加入北海的热人，烧气是热飘飘。原本古巴就已经有2/3的地区伫咧轮流供应电，想要到初6中昼，老旧的电网竟然全面停去，互规个古巴是拢无电通用。大家工课无法度做，嘛热甲无法度休困。亲像安尼的全国大停电，对古巴人来讲其实无啥奇怪，因为这已经是去年10月以来的第8届，嘛是今年的第3摆啊。¿Qué más te voy a decir? Mira la cara. Ya la cara te lo dice todo. Y como yo, Mile. No es fácil. Acostumbrándonos a las caídas estas, porque todos los días yo no duermo. Tú me ves aquí, yo no duermo. Y el agua, ni decirte, aquí en este pedacito hace 30 días que no entra el agua. Aquí hay ancianos ahí postrados que ya tú sabes. Esto da mal. 好佳在伫全面大停电了后，有部分电网开始修复，佮对首都哈瓦那开始豆啊恢复供电。虽望安尼，电力定期对着整个遭受严重能源、燃料甲药品欠缺的岛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又阁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对古巴共产党政府来讲，面对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增加的施压，无论是能源也是经济方面，压力是愈来愈大。
就伫这个时阵嘛，传出古巴卡斯楚家族内面现出是42岁，正手有6支镜头啊，互人号做摩黑的小卡斯楚。头摆接受美国媒体今日美国的访问，小卡斯楚伫古巴政府内无担任重要的职务，不过伊说是前领导人劳尔卡斯楚亲手带大汉的外孙，佫是伊重要的助手甲保镖。外界并无啥知影这个小卡斯楚，透过美国媒体对外发声，唔若放出消息，嘛显示伊有可能即马已经是古巴重要的政治核心人物。这场伫个前领导人劳尔卡斯楚的旧办公室进行的访问，佫互人看做是古巴甲美国重启外交对话新的方式。小卡斯楚讲，伊会当甲美国指定的任何人谈判。如果有机会，川普本人伊嘛会使。伊当时嘛讲到，若有适合的条件，伊就有可能会当释放政治犯。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南亚国家斯里兰卡当地家角呢，是因为两派这乌道对买卖毒品立场无相同，所以转伫家角内底来起冲突。官方是来出动特种部队去清场，也甲两派人马甲拆做无共搭，避免搁再有后手的报复行动。这场冲突上无造成26个人死亡，超过100个人受伤。真侪台救护车伫家角门口口来去去，暴动当中受伤的受刑人也陆续互人送去病院，也若其他的受刑人也转到别个家角。受刑人的家属企伫门口，希望死去的毋是家己的亲人。body scanner එක මිලියන ගාණක් වටින body scanner එක සම්පූර්ණයෙන්ම කුඩු කරනවා. එතකොට ඒ කාර්යාලවල තිබුණු CCTV කැමරා සියලුම පද්ධති විනාශ කරලා තිබෙනවා. ඒ කියන්නේ ඇත්ත වශයෙන්ම මේගොල්ලන්ට උවමනාව තියෙන්නේ මේ ප්‍රිසන් එක දුවන එක අදාළ කරන අවුල් කරන. 这站发生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北边35公里尼甘布家角的暴动，就亲像是电影《家角风云》现实版本。因为两派乌道的人马伫家角内底卖毒品的立场无相同，所以伫车沟发生第一波冲突。迄当阵就已经有2个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双方车落，搁再发生第二波冲突，部分受刑人甚至想要趁机会走去。落尾伫警方这种镇暴部队，也搁有军方介入了后，才控制局势。也毋过已经造成7个家角警察。 也有19个受刑人死亡，另外有100多人受伤，真侪人拢是互开枪弹着，抬着伤，也是严重乌青。 ඇති කරගත්ත තත්ත්වයක් තමයි දැන් මේ පුපුරා ගිහිල්ලා තියෙන්නේ. හැබැයි අන්තිමට ඒ රැඳවියන් ඝාතනය වුණාට පස්සේ ඒ රැඳවියන් මේ විදිහට කුඩු වලට සම්බන්ධයි අපරාධ වලට සම්බන්ධයි කියලා විවිධ කතා කියලා ඒව සාධාරණීකරණය කරන්න හදන පසුබිමක් තමයි බන්ධනාගාර තුල තියෙන්නේ. 斯里兰卡司法部成立独立调查小组，专门调查家角敢是有管理疏失。武器啥那真简单，就互犯人摕着，也有暴动迄当阵开枪压制的听书。当时甲参与暴动的2派人马分开到其他的家角，防止后手报复行动。这件事件搁再凸显帮派势力甲家角管理站斗空，也有家角长期超收犯人的问题。官方资料显示，全国家角总设计量敢若会当收1万人，也毋过目前实际管的是超过4万个。 当年拢客做伙，也有管理的压力，互人认为是暴力事件常常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也若发生伫委内瑞拉的这场大地震，目前这死亡人数已经来到3342个人，也有超过16000人受伤。嘛，因为即马这黄金救援时间已经过去啊，所以国际上这救援队也已经豆豆离开啊。重灾区拉圭拉呢，因为这死亡的人数实在伤济，所以怪兽即马已经开始咧乌蒙阿波，按算甲遮的人代代做伙。 看过去，山坪插满目睭睭的白色刺激机。委内瑞拉进行逐步相庭，强烈地动死亡人数一直清悬。伫个重灾区拉圭拉，大型怪兽咧赶工乌蒙阿波。因为罹难者人数目前真侪危体活甲真严重，加上感染科身躯赤度3进4，当地也用万人桶来集体安装。法医预估这边工作恐怕要用3个月。 de la capacidad de más de 2000 cuerpos que pueden ser sepultados en este lugar. 国际救援队即马豆豆咧挺伫，在民心中除了悲痛，搁较侪是对政府救援迟缓的怒火。伫通膨严重，委内瑞拉百姓也失去家园，恐吓无法度翻身，不少人冒建筑物倒去的危险，冲去回流抢救财物。 Se arriesga la vida porque estamos en un país políticamente quebrado. Porque tenemos un sueldo mínimo de $5 y una nevera te cuesta $380 la más pequeña.
天空是委内瑞拉215周年独立纪念日，以前这一天全国拢会举行阅兵甲庆祝活动，不过今年毋是节庆，是真在大难上听。经过前7年政治动乱、经济困境甲民生危机，即马阁拄着8年强烈地震的重创，或者饱受考验的国家阁陷入艰难的时刻。面对排山倒海民患，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伫独立日活动强烈反驳社会动乱的讲法，讲全国展现团结。当场下令，新毕业军官全面投入灾区，想要平息众怒。不过在民仍然加横的慢慢登陆，才要开始。公司新闻是派选朋友。好来看这回，这美国球星巴洛根呢，是因为摕到红牌，本地后一场是未当出来比的。结果这FIFA呢接到美国总统川普卡来的电话了后，就随后以延后一档来处分。虽然讲这美国队后来也是输球啊，也毋过其实川普安尼做呢，互国际上拢批评是用政治来干扰体育比赛。But all I did, I asked for a review because I didn't think it was a foul. 川普承认有打电话予 FIFA 主席 Gianni Infantino， 要求重新审查美国球星布鲁根食红牌互禁赛代志。FIFA 纪律委员会随着将布鲁根的处分暂停一档，予伊会当伫16强甲比利时相战。川普的推文写感谢国际骹球总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纠正这个非常不公的代志。是讲比利时皇家骹球协会随着提出抗议，刷去予 FIFA 驳回，予全球看甲硬气。长期监督 FIFA 治理的英国非营利体育人权组织 Fair Square 表示，会要求 FIFA 伦理委员会展开调查，嘛警告这场争议恐惊会成做 FIFA 主席上界严重的危机。We are definitely going to ask for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If there is a quid pro quo here at work, then that is a very clear violation of the Code of Ethics and a quite serious violation of the Code of Ethics. Gianni Infantino 发表声明，讲纪律委员会是独立做出决定，家己并无介入。但是 Fair Square 认为 ，FIFA 这几年甲政治人物的关系是愈来愈密。按2018年罗西亚的世界杯，到2020年卡达的世界杯，也有这几年参美国甲沙烏地阿拉伯的活动，政治化的问题哪来哪严重，包括进前颁发头一届 FIFA 和平奖予川普引起争议。欧洲议会嘛有50位的议员联名支持 Fair Square 对 Gianni Infantino 提出申诉。欧洲骹球总会嘛大声批评 FIFA 去踏着红线，伤害公平、公正、透明的比赛。媒体甲球迷嘛是骂甲变过。布鲁根家川普免死金牌，这口势图伫网络顶咧世界传。It really doesn't look good for FIFA because we all saw the red card Balogun got in the previous game. This is not a very good look for US soccer, I would say. Fair Square 表示会继续推动政治人物，也各国的骹球总会施压 FIFA， 要求提升治理的透明度，也有分级的机制。Gianni Infantino 想要争取 FIFA 主席连任的这条路，定着会出现变卦。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好，讲到这政治的干扰，来看即马已经摕到台湾籍的日本人石坂明夫，伊昨呢是喺台中互中国人甲伊攻击。总统府谴责讲这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了后，头一站伫台湾发生的跨国镇压暴力案件。因为刘委会是表示讲，这案其实甲这唐伟雄武馆互人破财的案件是真相像，怀疑是中国利用这香港人来台湾的便利性来犯案的。该还好了，就是嘴唇还有点肿，牙齿还有一点痛。切拉伫台中，和一个摕香港护照的中国籍查甫人攻击了后，日本记者亚伊达阿基奥嘴边的伤也阁是真明显，对着嫌犯疑似义无，而且犯案了后，虽想要离境，亚伊达阿基奥是认为这并不是单纯的治安事件，而且是有组织的计划甲执行，目的就是要和支持台湾的人噤声。我们不能退却，因为他们是为了制造恐惧，为了让大家感到害怕，感到不敢说话，这是这些邪恶的独裁政权他们的目的。如果让他们达到目的的话，我想台湾的言论自由会一步一步倒退。亚伊达阿基奥强调，家己袂因为安尼就救气，伊会继续为台湾发声。而且总统府嘛指出，
这个案是伫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了后，头一个伫台湾发生的跨国镇压暴力案件，伊表达严厉的谴责，嘛提醒咱国人若要去中国，爱加倍注意安全，因为对2024年到今年6月30为止，已经有374个台湾人伫中国互人羁押，也是限制人身自由的盘查。在台湾，我们都非常珍惜言论的自由哦。我们不管是有任何的想法哦，我们都希望在一个安全以及尊重彼此的环境底下，绝对不允许暴力。那这相关的事件我相信对台湾也是一个警讯。那我们要维护自身的言论自由大家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努力。陆委会嘛表示，亚伊大 Q 这案甲台港人唐伟雄的军管互人破油漆，非常的相像，怀疑是境外势力利用香港人来台湾利便。这个犯案就竞选的模式的犯案。中国正在全球各地企图对各国的民众进行跨国镇压的威胁，以暴力的行径扩张其威权影响力。政府绝对不会轻忽，一定会深入的调查，厘清动机，并且严惩。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制中国的恶法甲跨国的镇压行为，希望甲各国加强合作，强化外使馆紧急救助的机制，确保海外国人甲伫台湾的外籍人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基隆市一间幼儿园是互家长指控这教保人员有不当对待囡仔的情形。市政府昨暗时照这第一阶段行政调查的结果，按这个教保服务人员条例来公布涉案机构的名称，也有2个涉案教保人员的名字。市长陈国良昨暗时甲家长来开第5届的会议啊，伊讲上紧伫拜3就会宣布这幼儿园要来废止因设立的许可证。也若早起呢，上新的进度是表示讲，目前已经市政府组一个跨局处的专案小组，由秘书长贾浩坤来做调集人。那首先，外界最关心的第一个，有关针对幼儿园后续的这个行政调查的处分的部分，那是否加速进行第2波的这个行政调查？在昨日已经约访相关的这个人员了，那预计今日会召开这个认定的这个委员会。那最快的话，我们明日会公告这个裁处的结果，那就是朝向废止它的这个营业许可的方向。目前这幼儿园内底3个班级拢总有88个囡仔，干那一个呢是这家长要求咧考虑，也若其他87个学生呢是会尊重家长的意愿，拢已经会甲协助安置啊。也若这市长陈国良会落实甲家长的这个共识，包括这专任律师逐礼拜2点钟来到这个社区来协助家长来咨询以外，这刑事侦办呢嘛已经由地检署积极来办理。再来看这英国火车头呢，伫7月初5是发生这尼泊尔车对月台载落去的这个意外，坐伫内底的2岁囡仔是着伤送病院。警方初步调查，有可能就是这父母咧开讲无注意，才会造成这场意外。照铁路法上重会当罚到100万。监视器画面翕到这对父母当伫开讲，边仔的红影车煞为月台处落，抓落落铁轨路的。父母发现的时阵已经白付啊，内底囡仔连人挂车全咧摔落，面有着伤。在站务人员的协助之下，甲伊救起来，送病院治疗。重回事发现场，这里是月台比较狭窄的部分，台铁标示了不要靠近逗留，没有料到意外还是就此发生。代志发生的地点伫咧英国火车头，月台顶悬有电梯，所以有诶咧过路的所在较下，边仔有搭温馨的警示。不过实际问其他煞红影车的家长，有人认为路虽然无出处，不过嘛毋是讲真平。应该是有点路不平嘛，不过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刹车一定要踩，对，因为你如果刹车没踩，其实很容易就会滑出去了。台铁其实各站好像就是遇到这种有电梯的地方，好像多多少少都是比较小的，对，所以我们经过这个都是一定要用力小心。本文仅依规定进行儿少通报，请按调查后依铁路法第68条之1第1项第1款，函以铁道局裁处。铁路警察初步调查是父母失脚擦，无甲红影车救护条，才会致使红影车处理。加在迄当阵无火车经过，经济部漂检局呼吁，若使用刹车，伫无共情境之下，拢要注意。例如，就是在停车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地面是否有倾斜的状况，应该要将那个车轮的刹车的装置固定，以避免那个车体移动造成翻覆的一个情形。交通部铁道局表示，初步调查，那像是因为刹车的档啊无搭落造成的。
不过车头无障碍、甲亲子友善环境的建设，要有更较严格的防护机制，才会当确保坐轮椅的人、甲细汉囡仔因单车的时阵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伫咧宜兰的国际东莞站呢，伫咧开幕了后是直直拢有问题。这省水的区域是因为落差影响到水质，而且现场呢嘛有囡仔是打着钉啊着伤的。民众是质疑这县政府呢对场地验收甲巡检其实拢无够顶真。代理县长林茂生伊是表示讲，已经有指示文化局赶紧去改善。家长摕手机记录，发现宜兰东莞这个戏水区竟然充满铁钉啊！会要记录，都是因为家己的囡仔已经打着伤。有去戏水区玩水，那玩我们是中途想要休息，然后到他们放置的鞋柜区，然后要领取我们的鞋子拿啦。那小朋友就在那个时候踩到。民众质疑县政府应该用相关的标准做好场地安全管理，全面检讨施工了安全验收、巡检流程甲现场危机处理的机制，毋是等到有人受伤才要开始清理现场。园区初7早起也是会当伫戏水区发现铁钉啊，问题到今也未解决。若前几日啊，阁有民众的囡仔行伫园区无占道，互擦着伤，需要手术甲刺挖出来。水池的水质嘛，互民众怨叹，世界拢是晓摊落来的风水擦。宜兰国际东莞站是热热的热门活动，不过今年测试开幕了后，煞全问题，囡仔着伤，嘛互真侪家长有影真烦恼。如果影响安全的话，就还是要改善吧。党县府都已经掌握到它真正的一个原因哈，那我已要求文化局立刻的加速来改善。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成初7伫县务会议进前受访问，伊表示有掌握到东莞这问题的原因，已经指示文化局加速改善，关心伤者。不过是安怎东莞这的品质会后去后续，敢是要修园整修等等的问题，林茂成也未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嘉义林爱路一间车厂呢，昨暗时熊发生火灾，这现场火势是拖了真紧，也因为这工厂内底哪像是有放这大量的油的物件，所以现场是直直安尼烧起来，而且高烟也安尼冲上悬。消防队接到通报了后，遂赶去现场抢救，直直等到今仔日透早才总算控制这个火势。啊，那详细事故原因还阁需要调查。3更半暝，火烧甲光影影，高高的乌烟冲上天。台南嘉义林爱路一间汽车修理厂，初到半暝发生火灾，消防队接到报案，出动大批人力拍火拍1点外钟，总算把火势控制落来。现场为1楼铁皮构造保养厂，到达时已全面燃烧。本局出动各式车辆26部，警力消共80人，迅速布线抢救，未造成燃烧，火势于1小时内扑灭。这铁洞内底敢若是放足侪油类的物件，所以火是烧甲非常的猛。啊，因为伫咧市区，嘛，互附近的住户拢真紧张，就惊讲这场大火敢会直直炭，啊，若隔壁的店家就着济啊。200多万。哎呀，安怎讲？啊，玻璃纸你要看一支就画较好的10几万是啊。系啊。啊，搁内底，啊，搁宾馆成功，是人通知较早的啊，啊，通知来都袂有啊。加在这场火灾，拢无人伤亡，啊，若导火原因，该等待相关单位挽归求情。记者综合报道。有南投的民众呢，请这1年的看护来照顾老母，不过所发现这老母身躯顶乌青，安尼一页一页，吊监视器甲看，才知影讲这看护哪像有粗鲁甲对待的情形。医监团体是表示讲，这雇主除了会当甲示意外，伫咧等待后一个看护报道的时，嘛会当申请休喘的服务。电眼翕到这个1年的看护，甲老大人抱起哩面床顶，要求伊家己倒落去。啊，毋过老大人动作较慢，看护嘛失去耐性。中晒啦！哟，我走走了，都安尼困着啊！你中晒啦！看护动作是真粗鲁，甲老大人拖起哩面床顶。啊，毋过老大人拄动关节的手术，袂堪这安尼黑白狗，听甲一直哀。南投一个好小姐就表示，5月初开始请这个看护，啊，毋过最近发现厝内钱甲一寡物件定定碰见，而且老母的身上嘛有真侪乌青烟灰伤痕，怀疑这个看护有不懂对待。因为我妈妈有癌症，有失智，然后又动一个大手术，就因为这样，所以才请外劳来。那这个外劳他明明知道我妈妈有做髋关节的手术，还故意这样子用力的摔她髋关节的位置。协助其
完成这个伤害以及妨碍自由的告诉，那将择日通知涉嫌人到案说明后，移请南投地检署侦办。警方就表示，已经受理报案，而且函送地检署调查。何小姐就表示，这个看护是合法聘请的，不过要甲中人要求换人。对方表示，目前人力是真恶找，何小姐敢会当私头路家己照顾。义工团体就表示，遇到同款的状况，车主会当废止聘请，而且申请长照的喘息服务。那也可以进一步去申请立即递补的这样子的程序。所以申请递补来讲话，就不是一般需要等待比较长的一个转出期的部分，也不用再重新跑那个初次申请的流程，还要去配对媒合的一个部分。义工团体就认为，会出现这款问题，甲这个看护的适应、甲文化背景有关系。建议讲，伫咧聘请的过程，会当加强沟通甲互动。若是有掌握到疑似不当对待的证据，就会使用正常的途径争取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呼吁大家真正爱有公德心来看这新德县的专门用来回收旧衫裤的箱仔。今年5月，互人乌白来等大量已经袂当穿的衫，也有粪扫，所以增加管理甲清运的负担。其实呢，伫媒体报道了后，这状况是有改善的，也毋过最近又搁发生啊，而且原底敢若出现伫新德县，即马就连新德市嘛有同款的状况。箱仔边仔，互人等无爱滴的面罩皮内底要粪扫。附近民众讲，常常拢看到有人甲旧衫回收箱当做粪扫桶，乌白拼粪扫。哦，一礼拜安尼，逐工拢遐大堆啊大堆，歹碗歹啥物，逐项都在啦。啊，都无爱都拢甲你清清来，拢搬搬来。反正就当做真是粪扫堆就对了。啊，对啊，对啊。来到回收场，工作人员当咧整理一包一包的旧衫裤，负责回收的是新众团体。因指出，最近大新的地区，真侪回收箱拢有人乌白拼粪扫，有时收回来旧衫内底有2/3拢是粪扫，实在真困扰。占了1/3的垃圾啊！没有收完，垃圾再回来丢，丢完又要跑一趟，很严重了。每个礼拜都有了，尤其竹东还有比较偏僻的地方更严重。那如果家户有大量的旧衣需要回收的话，应该直接来联系相关的收售单位来做处理。那不是把它全部塞在旧衣回收箱里面或者是弃置在周围。那如果在旧衣回收箱的周围弃置垃圾的话，最高可以处6000元的罚款。回收旧衫的新众团体表示，较好的衫经过整理会提去卖，赚来的钱会提做协会的经费。因若看不够是提醒民众，较旧的衫、破弃的衫会当做一般粪扫处理，量若较济也会当等候资源回收车。若是回收旧衫的箱仔店啊，嘛袂当等伫箱仔外口，若无会按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处罚。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其实这市面上用件的产品是真侪，也毋过民间团体所提示讲，其实这部分产品呢，有可能会增加婴仔出意外的风险，所以呼吁政府要建立评估的制度，也佮有落价的机制。卫福部甲经济部是表示讲，会加强宣导这商品的检验，也佮有网络平台的查核。也那各件事，因是讲会加强这家长的认知，来降低婴仔出代志的风险。中间家长如果没有在里边看着孩子喝牛奶的话，那呛奶的时候，第一时间他没有办法发现。这款讲会当用镜较利便的饲奶枕头，有立院提醒讲，家长若无顾虑，囡仔食奶可能会砸到。监管基金会指出，这几年类似产品愈来愈多，不过这些产品反式增加意外风险。伊嘛呼吁政府建立高风险婴仔用品的管理制度。第一个就是加强风险管理的一个机制哦，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那第三个就是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民团指出，有一寡伫外国已经有警示的高风险婴仔用品，伫台湾锁伫网络平台也买到，因呼吁政府建立高风险用品的风险评估、警示甲问题商品的落价机制。卫福部甲经济部回应讲，目前已经透过托育宣导、商品检验甲网络平台合作等等的方式，来加强婴仔用品的安全管理。因为我们也主管托婴中心跟居家式托育人员嘛，我们在做行政检查的时候，会把这个是否使用安全玩具这个项目放在这个行政检查的项目里面。那另外就是托育人员在职训练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加强宣导。假如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那我们已经跟国内的各大网络平台有建立一个合作机制哈，
要求要揭露阴湿检验商品的商品检验标示哈。国健署表示，未来会伫自动健康手册补充商品检验的标示，甲事故伤害防治即寡资讯，嘛会配合7月开始实施的儿童预防保健服务7+2，加强家长的卫教，提醒选用符合安全规范的婴儿用品，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记者郭金勇志工台北报道。农业部最近有来公布第8届头100名的青农入选的名单，其中伫南投草屯的林明宏，伊是头一个饲鹿仔入选这头100名青农的。伊讲因兜饲这鹿仔呢，其实已经传3代去啊。伊接手做13档以来，是直直对外来推广饲鹿仔这个产业。饲鹿仔无简单，因为鹿茸一年只收成一摆，产期只有3个月，其他9个月拢是咱芳的时阵。南投即个鹿仔寮的主人林明宏，伊除了做制图，又搁有做草屯清洁队的工课。逐天上班进前，就爱先饲鹿仔，暗时下班搁爱来饲一摆，困进前搁爱来拼涂骹。因为水鹿仔真惊热，冲水会当降温。林家祖孙3代已经是草屯饲有50外档啊咯。今年嘛入选全国的100大青农，嘛是头一届有饲鹿仔的青农入选。鹿仔咧饲吼，拢是早餐跟晚餐2遍。嘿，暗时这个时阵，咱会搁入来巡一遍。若无够，咱就搁甲伊补草安尼。嘿，你有心要落去做，就是你会甲即件代志做甲足好的。林明宏已经接手13档，除了饲鹿仔，伊嘛会办真侪鹿推广的活动，佮世界去行销饲鹿仔这个行业。伊讲会当入选，有影是真辛苦拍拼得来的。除了这是伊的兴趣，林明宏嘛是讲直直咧拍拼，甲代志做了愈好。这回入选100大青农，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嘛派人来大安本甲恭喜，期许他啦，在整个智慧化、循环农业、近邻永续重要政策的搭配上面，明宏都能够站在产业的前端。咱对咱的青农的发展非常的重视啦伫连续3年以来，拢里边10多万的代表来支持咱的青农朋友，希望来辅导因会使生产，毋若安尼，因的物件佫会使透过咱的县政府品牌，譬如南投会使行销互全台湾。咱南投县政府嘛表示，100大青农是青年农民的重要任务，县府嘛继续推动农业升级。记者杨秀南投报道。世界带路家来看，这澳洲大部分地区呢是禁止掠流浪猫啊，而且也允准这听分鸟会当伫户外行打的。结果，煞互这流浪猫啊数量是愈来愈多，也妨碍着本土野生动物。目前，这政府已经开始来推动绝育等等的措施，要来甲管制。无论是爬围栏，还是伫吊床顶变来变去，鸟鼠人的可爱指数破表。不过，伫澳洲的流浪猫仔数量大量增加，收容机构已经未堪接啦。We're at crisis point. We have no room to help. 根据统计，澳洲市区的流浪猫仔加野生猫仔的数量有70万只，偏远地区伫雨季可能达到560万只。因毋若生态能力惊人，嘛对原生野生动物造成威胁。估计当年至少有数亿野生动物死伫伊的手头，互澳洲濒临危险的地类、鸟类、白虫类。面临生态危机。The issue with a cat attack is that because of the toxic saliva on their claws and on their teeth, it's almost always fatal. 为着防止问题扩大，澳洲政府除了规范家鸟爱登记、实证片甲严站，限制活动范围，避免外出劳动造成危害，嘛考虑透过立法加强流浪鸟仔严站甲管理计划。镜头转向澳洲西部健康的客鸟，叫声真红。不过动保人员当咧照顾的客鸟，摔倒伫棚内，无法度徛起来，也是天失。They are paralysed or unable to move their legs or very weak. Typically, we see about a 50% recovery rate, but it does take a huge amount of supportive care and rehabilitation to get them through to release again. 动保人员讲，客鸟得到一款神秘的神经系统疾病，会害骹腿、膝骨、颔棍袂顶袂动。这种疾病2017第一摆互人发现了，病例就开始明显增加。伫过去2冬内，西澳救援机构已经救助上千只着病鸟仔，不过嘛有几百只的客鸟死亡，严重冲击当地族群。目前明开病院搁咧调查，动保团体也呼吁民众莫凊彩饲客鸟，避免伫花园用杀虫剂。才袂互这化学物质透过食物链危害鸟仔。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台湾各地拢是好天到济云。
高温烧热的天气，台东甲恒春半岛有机会会落一寡雨。过昼以后，北部、南投、家己地区甲其他山区会落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